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啊。中国内蒙自治区呢，正镶白旗的牧民星期三继续举行抗议，几百名牧民占领了其政府大厅，反对政府强征牧场，并且呢要求释放被抓的牧民。连日来的抗议活动呢，导致了20多名牧民被捕。好，下面我们就连线设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先生来了解最新的情况。恩赫巴图先生，你好。你好。据报道呢，这次在中国内蒙自治区的这个抗议活动呢，已经持续了好几天。那么介绍一下你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恩赫巴图先生。从9月6日开始呢，南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牧民在其政府大厦前举行集会静坐，要求当地政府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生活困境。近几年来呢，由于这个无序开采、征用草场和自然灾害，牧民的生活状况呢日益恶化。正镶白旗牧民呢，就此多次到其政府反映情况，要求政府呢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呢，当局不仅没有给牧民给个满意的答复，反而呢采取了这个威胁的措施。9月7日呢，有几百名牧民在其政府大厦前继续抗议，聚会静坐。9月8日呢，他们堵住了这个锡林浩特到明安图镇的这高速公路，要求正在这个锡林浩特和正镶白旗视察工作的自治区书记王军给牧民一个满意的答复。当局呢动用了大量的这个防暴警察和公安人员，总共抓了20多名牧民。9月9日呢，牧民继续在这个政府大厦前抗议静坐，要求释放被抓的牧民。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证实呢，昨天当局释放了被抓的所有的被抓的牧民，并承诺要给牧民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牧民们说，如果呢就是政府满足不了他们的这个要求，他们会继续抗议。好的，那么中国政府呢，照例是不会报道这样的消息的。但是据海外媒体报道呢，牧民抗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征用或者强征呢牧场和圈地占地。那么恩赫巴图先生，据你们掌握的情况，这种强征土地、强征牧场的这个情况，在当地有多严重、有多普遍呢？这是非常普遍。尤其是自从2009年，中国政府呢就是宣布这个蒙古地区是中国这个能源基地以后呢，就是中国各地的这个矿业公司到蒙古草原就是开矿乱开发，这样就是破坏了这个草场，而且呢就把当地的牧民就是强行搬走。很多牧民呢就是对此就是非常不满，而且就是举行抗议。比如说就是2011年就是中部地区的这个锡林郭勒盟也就发生了大型抗议活动。而且就是这个抗议呢就蔓延到各地，蒙古各地，结果呢就是中国政府就是动用大量的这个防暴警察和军队就是镇压。类似的事情呢经常在发生，在这个蒙古牧区经常发生。好，那么谢谢您给我们介绍的情况。最后呢请谈一谈呢你们对这次事件的呼吁和诉求，恩赫巴图先生。我们呼吁中国政府那就是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给牧民
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呢，就停止在蒙古地区的乱开发这个破坏草原，就是停止违反这个蒙古牧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好的，我们感谢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呢在